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啊！已故一代少將吳耀漢嘅混血仔仔啊，吳家龍啊，自2000年至2000年加入呢個演藝圈以嚟啦，五官好立體啦，高大俊朗外表，一直就備受關注啊。呢家吳家龍都50歲咯，近日喺 Instagram 分享動態一條爆笑嘅搭車片啊！片中佢戴住呢個黑框眼鏡，滿頭白髮，坐喺的士司機後座，同司機閒話家常。最好笑嘅就係該名司機從頭到尾完全認唔出呢位乘客正正係吳家龍，更加當面大談呢個吳家龍嘅花邊新聞，並提議佢做呢個翻版吳家龍。幾得意啊！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內容啦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今日同大家講單娛樂新聞，真係聽到都覺得好笑，但又大點唏噓。講緊嘅就係已故少將吳耀漢嘅混血兒子吳家龍 Carl， 最近搭的士嗰陣發生咗一件超級尷尬又好笑嘅事。佢上車之後同的士司機傾偈，點知個司機完全認唔出佢就係吳家龍本人，仲要喺佢面前大談吳家龍嘅花邊新聞，話佢大把女，好靚仔花忽，仲要建議佢你做翻版吳家龍都得㗎。吳家龍全程只好不停點頭，忍笑忍到好辛苦，最後忍唔住將段片上載到社交平台，笑到網民肚痛。先同大家講下呢單的士奇遇記嘅來龍去脈。現年50歲嘅吳家龍，近年已經唔再走當年嘅混血型男路線，留咗一面鬍鬚，長頭髮仲變到灰白，老味十足，但同以前嘅靚仔樣有好大分別。佢最近搭的士嗰陣，戴住黑框眼鏡，坐喺後座，同司機閒話家常。個司機可能見佢好傾得，竟然喺佢面前大講吳家龍嘅八卦。二人對話內容大概係咁，吳家龍先話，即係之前佢好多女朋友噶嘛，司機就話點講呢？大把女呢，我都唔少啦。吳家龍就話自己50幾歲，但佢好靚仔喎。司機就好似好了解咁話好靚仔，因為佢係外國人嘅心態，佢中意玩啊嘛。既然花忽就唔好有家庭咯，中國人半唐番啦，鬼佬思想唔係中國人思想。吳家龍全程只係不停咁點頭，之後吳家龍話，可能佢退休咗啦，司機竟然接住話：我估你做佢翻版吳家龍都得㗎。吳家龍聽完呢嘴而笑，仲話：我希望你有機會接埋嗰個吳家龍啊，但你可以同佢講，我之前有個客就好似你一樣，成個過程個司機完全冇發現自己車入面嗰個就係吳家龍本人，仲要教佢點樣做翻版吳家龍。吳家龍事後將段片剪接過放上 IG。仲寫住你個樣好似 taxi driver got check。後尾佢問我你係咪姓吳啊？證明個司機去到最後先可能懷疑佢嘅身份。呢單新聞出咗之後，網上嘅反應可以話係非常熱烈，而且幾乎所有人都喺度笑。有網民話個司機真係有眼不識泰山，笑死。亦都有網民話吳家龍 EQ 真係高，俾人淡樣講都忍得住唔爆身份。有網民搞笑咁話，司機仲要教佢做翻版，點知正版就喺面前。亦都有網民感慨，證明吳家龍而家個樣真係變咗好多，以前嘅靚仔樣去晒邊。當然都有網民話個司機講嘅嘢其實都冇惡意，只係唔知佢係正版啫。有網民就話呢一段片應該係今年最好笑嘅的士對話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幾個層面。第一，呢件事反映咗歲月催人老嘅現實。吳家龍當年出道嗰陣，被譽為最型混血男星，同吳彥祖一樣靚仔，五官立體，高大有型。但時光飛逝，佢而家已經50歲，滿頭白髮，一面鬍鬚，同當年嘅形象有好大分別。的士司機認唔出佢，一方面因為佢而家嘅形象同以前好唔同，另一方面都證明咗無論以前幾靚仔，年紀大咗都會變樣。呢件事雖然好笑，但背後都有一種歲月不饒人嘅感慨。第二，呢件事都帶出咗明星私生活同公眾形象嘅落差。的士司機口中嘅吳家龍係一個大把女、花忽中意玩嘅形象，呢個形象可能係公眾對佢嘅印象，但實際上吳家龍近年已經低調好多，仲結咗婚生埋女，
佢喺的士司機面前聽到自己嘅舊聞，應該都幾無奈。呢件事反映出公眾人物嘅形象好多時會被定型，即使佢哋已經改變，但舊有嘅標籤仍然會跟住佢哋。第三，呢件事都突顯咗 EQ 同幽默感嘅重要。吳家龍面對呢個尷尬場面，冇即時拆穿自己身份，亦冇因為司機嘅說話而生氣，反而耐心傾聽，仲忍笑忍到最後，將成件事變成一個搞笑嘅故事同大家分享。呢種處理方式展現咗佢嘅高 EQ 同幽默感，亦都令到呢件事由尷尬變成有趣。佢嘅做法值得學習。第四，呢件事都反映咗的士司機嘅獨特角色。香港嘅的士司機經常被稱為民間特首，因為佢哋每日接觸唔同嘅乘客，見盡人生百態，仲好中意同乘客傾偈，分享自己嘅見聞同觀點。今次呢位司機嘅烏龍事件，正正展現咗的士司機呢種健談同直率嘅特色。雖然佢認錯人，但佢嘅對話內容其實都係一種民間智慧嘅表現。其實類似嘅明星被認錯事件，過往都時有發生。有時係明星打扮太低調，有時係因為年代久遠，觀眾已經唔記得佢哋嘅樣貌。呢啲事件雖然有時會令明星感到尷尬，但往往都會成為有趣嘅話題。吳家龍今次大方分享呢段經歷，唔單止娛樂咗大家，仲令到更多人關注佢嘅近況。總結今日呢單新聞，吳家龍搭的士被司機當素人，仲要教佢做翻版吳家龍。呢件事真係笑到人肚痛，但笑完之後都令人感受到歲月嘅流逝同埋公眾人物嘅無奈。好彩吳家龍用幽默嘅方式去處理，將一件尷尬事變成一個開心嘅故事。呢件事都提醒我哋，即使以前幾風光，都要學識接受自己嘅改變，同埋用輕鬆嘅心態面對生活嘅小插曲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對呢單的士奇遇記有咩睇法？你有冇試過喺街上認錯明星？歡迎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經歷同意見。記得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